大家好，咁今次咧就唔係網絡隨想啦，咁都可以叫網絡隨想嘅，咁就係一個叫財經隨想啦，咁就 crossover 翻呢個係而家財經嘅資訊嘅，咁就係因為較早之前咧係呢個 Anthropic 嘅事件嘅，咁當然而家呢個資訊唔 update 啦，而家係打緊仗啦，咁喺呢一刻咧，咁而家係。因為都好少講時間嘅，咁而家係3月9號啦嘅晚上嘅，咁當然其實就呢個 PowerPoint 整得嚟都比較遲咗噶啦，啲嘢又唔 update，因為而家嘅恐慌咧，由 AI 嘅恐慌啦，去到呢個係呢個打仗啦、油價啦嗰方面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就我都係整好咗，跟住就見市況嘅。又有另一個恐慌喎，咁就不如我照出咗先啦。咁因為都冇計嘅，因為我整好晒啲嘢，就唔想再更加之後再講，就更加可能係馬後炮，或者係可能係唔 update 嘅資訊啦，費事嘥大家時間嘅。咁講咩咧？就係講關於呢個係啦。咁首先咧就係呢個免責聲明啦。咁呢個係啦，本影片呢個所有內容啦，因為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係申報嘅，因為有個免責聲明啦係啦，就可以睇翻啦即係啲裏邊嘅嘢投資涉及風險咁而家如果掂到一啲財經嘅嘢咧，就真係要出翻呢個聲明嘅，係啦，咁我亦都唔係證監嘅持牌人啦，咁就所以咁我哋開波啦。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較早之前啦，咁係一個 Coco 嘅 security 佢有啲嘅自動掃描嘅能力嘅工具啦，咁就觸發係 AI 將取代網絡安全公司嘅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嘅。咁其實本來係諗住係 show 一 show 即係究竟即係之後咧，其實佢都。未有戰爭之前咧，就伊朗戰爭之前咧，都係已經係跌唔落噶啦。咁但係就咁啱就係又有另一場恐慌啦。咁就所以就做唔到嗰個嘅效果出嚟。咁我就冇 show 一啲股價出嚟嘅。咁因為其實都今日都即係我冇睇即時啦。咁其實頭先都跌咗係6、7、8點嘅有咁但係就。所以就即係跌緊落去就無謂叫人買嘢啦，咁亦都唔係appropriate啦，係呢個 channel 係啦，咁亦都因為我身為呢個網絡保安咁可能有啲 bias 嘅，咁佢就話咧係喺呢個嘅AI 自動寫曲啦，亦都 AI 做埋係揾漏洞啦，係做一啲 code scanning 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係。買一啲嘅cyber security 嘅防護嘅，咁亦都係一啲 SaaS 嘅訂閱啦，係面臨毀滅嘅。咁其實當然我哋唔同意啦。咁其實有唔同嘅數據啦。咁其實譬如係喺呢個AI 生成代碼嘅一啲嘅 vulnerability 嘅 critical 嘅 vulnerability 咧，其實係有45%至62%嘅。咁亦都係由 AI driven 一啲嘅一啲嘅網絡攻擊啦，咁亦都係有90%增多嘅。咁亦都係喺呢啲嘅以一啲嘅你都知啦，而家係 OpenCore 啦，都可以裝落去 Kali Linux 嗰度啦，咁去做一啲嘅一啲嘅 automatic 嘅，或者係一啲係去做一啲嘅自主性嘅一啲嘅攻擊嘅。咁其實一啲嘅 lateral movement 咧就已經係可以係。24秒呢個27秒咧就可以入侵到一部機咁樣嘅，咁亦都係好容易咁係創造啲係 bypass EDR 嘅軟體啦，咁都係利用呢嘅 legitimate 嘅 account 啦，咁去遮蔽呢啲嘅 AI hacking 嘅行蹤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又或者喺呢行嚟講啦，咁我哋都會係。用翻一個嘅網絡防禦金字塔啦，咁去表達翻究竟個市場嘅誤判係乜嘢嘅。咁當然啦，其實就之前講呢個 Anthropic 嘅code scanning 啦，咁其實佢係無可否認啦，佢係取代到呢個 Layer 1一啲嘅
security testing 嘅掃描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會有機會係一啲 dynamic 嘅 application testing，因為其實佢一啲嘅係可以一啲嘅自主性喺一個網頁嘅環境之下啦，控制到 cursor 啦，控制到個 browser 啦，咁去做一啲嘅 automatic 嘅 scanning 啦，咁係亦都係同人類一樣可以逐個 checklist 咁去做一啲嘅 application 嘅 code scanning 嘅 review dynamic 去試下啲 application試下啲唔同嘅 app 咁去揾到嘅漏洞啦。咁其實都會係有一個取代嘅可能性嘅。咁但係去到 Layer 3咧，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啦，咁其實佢就係一啲嘅無論係一陣講嘅一啲嘅 EDR 啦，咁其實就都係 AI 係冇辦法係好輕易咁樣取代嘅。咁去到 Layer 4咧，係一啲 architectural 嘅 design 啦，點樣做一啲嘅 zero trust 啦，咁其實都係好難去做一個取代嘅，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 enterprise 裏邊嘅架構嘅一啲嘅設計啦，會唔會係有啲嘅一陣都會講嘅一啲嘅問題design 嘅問題出咗嚟嘅。咁最後啦，就係一啲嘅新興嘅風險啦。咁始終AI agent 係啦，咁佢有一個 identity 啦，咁佢亦都係一個數碼員工啦。咁如果佢不受控制，或者係做一啲你唔係預期嘅嘢，或者係俾人操控住咧，咁亦都係有一啲新類型嘅風險嘅。咁係啦，呢度亦都係講得好好啦。咁其實agent AI 咧，咁其實佢當然呢度個 concept 就爭啲嘅，因為佢唔係 exactly 係一定要用encrypt 咗一條嘅 API key 啦，可以係經 MCP server 啦，或者佢一啲嘅 robots 嘅 mechanism 啦，咁去做一個嘅automation 嘅。係啦，咁呢度咧其實就亦都係普遍嚟講啦，譬如一啲嘅 prompt injection 啦。咁都或者係一啲 OWASP 裏邊嘅 LLM 嘅 top 10啦，都會係 mention 到咧，就有啲嘅新嘅攻擊面嘅。係啦，咁譬如係呢個嘅Palo 啦，咁其實我一陣都有另一個版本嘅 PowerPoint 啦，咁但係就始終唔係咁理想嘅嗰個嘅 background 啦，咁我都冇時間再整咧，因為啲資訊都 outdate 晒啦嚇。咁譬如係佢本身係做一個嘅整合啦，咁佢亦都係較早之前收購咗 CyberArk咁亦都係有呢啲嘅數據觀察嘅能力咧，係咁去整合一啲嘅平台化嘅佈局啦，咁係一個企業不可或缺嘅一個嘅點樣去 orchestrate 一啲唔同品牌嘅 AI agent 嘅一啲嘅方向嘅。係啦，咁呢度你都見到啦，咁其實係譬如係一啲嘅 Cortex 嘅 XDR 或者係一啲 CyberArk咁其實呢啲咧其實就即係喺我嘅經驗嚟講咧，就冇辦法係好快咁樣被一啲 AI 取代，因為 specify 一啲嘅個 environment 啦，咁始終都係要有一個嘅governance 喺度嘅，即係一個 human 嘅 involvement 做一個 governance 啦。咁所以咧就呢個嘅架構係唔輕易咁樣係被取代嘅。咁譬如係Zscaler 啦，咁佢一啲嘅Zero Trust 嘅一啲嘅 architecture 啦，咁佢亦都係呢度咧就偏向一啲財務分析嘅數據嘅，咁佢講一啲嘅即係除咗佢自己有free cash flow咁佢亦都有一個增長率啦，咁其實都會係係有能力係應對今次嚟緊嘅一啲一啲嘅挑戰咁樣嘅，係啦。咁譬如係喺呢個嘅叫做係Zscaler 啦，咁其實去處理一啲一啲嘅 traffic 嘅 in-out 啦，咁去做一個喺 logically 咁去做一個嘅outbound或者 inbound 嘅 governance 啦，睇翻 review 翻一啲嘅 network traffic 啦，咁其實就本身佢亦都係會繼續咁去增長嘅喺 existing 嘅業務方面。
係啦，咁譬如係 CrowdStrike 嚟講啦，咁佢本身咧就係一啲嘅behavioral analysis 啦，其實佢都係會繼續係by 呢個 driven by 呢個 AI 同埋 machine learning 啦，咁去做一啲嘅做一啲嘅 review 咁樣啦，咁係去應對一啲嘅 AI 嘅攻擊咁樣嘅。咁呢啲始終咧都係一啲即係一啲嘅 Anthropic 呢啲去 gen 出嚟嘅軟件咧，係冇辦法取代到嘅一啲嘅事物嚟嘅。咁其實就前嗰排其實就佢呢壇嘢就影響咗個股價啦。咁其實個 CEO 咧都係用翻個係啦，好得意咁樣用翻個 Anthropic 用翻啲問翻佢究竟你可唔可以寫到個 EDL 出嚟啊？咁佢都話寫唔到嘅。係啦，咁其實就唔知係咪自己作出嚟啦。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個事實啦，就唔係一個Gen AI 咁可以係好簡單咁樣寫到個防毒軟體出嚟嘅。係啦，咁呢啲就係偏向一啲嘅一啲嘅呢個re-rating 啦value 嘅 re-rating 啦，咁亦都可以你可以之後可以問翻攞翻啲 PowerPoint 嘅，咁唔介意係裏邊啲料呢一刻就有啲 outdate 咗啦係啦，咁其實呢個咧，你亦都可以之後我都會整翻一集啦，因為始終個市況比較有急劇嘅變化啦，咁我就冇做一啲嘅好一啲嘅股價嘅技術分析嘅，咁我之後都會整另一輯出嚟嘅。係啦，咁呢度就係我哋嘅幾同意嘅主張啦，咁其實係一個嘅循環啦咁因為其實係因為 AI 可以係提升咗呢個攻擊嘅速度啦，同埋一啲嘅數碼嘅揾到一啲數碼嘅漏洞啦，咁結果咧就導致係有多咗嘅攻擊面啦，咁亦都企業內部亦都要部署更多嘅 AI agent 啦，亦都係由一啲 AI agent 去監察另一啲 AI agent 啦，咁去做翻一啲嘅 review 啦，同埋一啲嘅有 human involvement 嘅 governance 啦，咁去提高呢一啲嘅呢個資安嘅cyber security 嘅 infrastructure 嘅defend 嘅能力咁樣嘅。咁當然我係整咗另一個 version 啦，咁但係我就唔係太同意佢嘅觀點嘅，因為其實我係即係做一啲嘅叫做係俾一啲 prompt 佢啦，咁佢就係以為我係好支持呢個嘅需求大爆發啦，咁我就冇咁誇張嘅，咁所以呢個部分咧我就快閃啦。係啦，咁佢都係偏向係講一啲嘅 stock market 嘅資料啦。係啦，咁其實佢我係 Y 按頭先個版本啦，想改些少嘢，但係就始終都係唔啱心水嘅。係啦，咁亦都係我係加翻一啲嘅來源俾佢啦，叫佢係講翻就係咁其實呢度已經係講咗係OWASP Top 10啦，一啲嘅普遍嘅常見企業間嘅流動啦，譬如係 exec 即係一啲過度授權啦，因為其實就始終係如果唔係過度授權，佢就會下下又會問翻你俾授權啦，或者係你係揾另一個 AI agent 做佢另一 part 嘅嘢咁樣，咁又會煩到你嘅。咁有啲人咁設計上為咗追求效率，又可能係放權俾呢啲 AI agent 咁去完成由頭到尾完成佢嘅任務啦，咁亦都係會有機會。即係會喺個 workflow 嘅過程之中咧，有相關嘅漏洞出嚟嘅。咁當然你話而家 prompt injection 呢樣嘢咧，就已經係阿媽係女人嘅嘢啦。咁反而就係一個低級嘅錯誤啦，因為始終係就算係一個嘅end user 去做 ChatGPT 啦，佢都知乜嘢叫 prompt injection 啦。咁呢個其實就反而唔係一個好實在嘅威脅嚟嘅。咁當然啦，佢亦都係 number one 啦。咁佢始終都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嘅方面，即係純就可以攝取一啲嘅資料啦。咁
就究竟26年最嚴重係啲咩呢？咁當然其實係一個最大嘅 interaction，始終都係叫係同 user 之間或者一個潛在嘅攻擊者嘅互動嘅，咁無可置疑嘅。咁但係咪可以叫做 prompt injection 呢？定係有其他嘅詞彙去代替呢？咁我就後話啦，呢啲就咁呢個都係啦。咁用翻頭先嗰啲數據啦，咁其實佢用呢個表達方式去表達翻咁一啲嘅 AI 嘅 attack 嘅 speed 啦，咁係快咗好多嘅。咁亦都冇可能係用人眼或者係用一啲自己嘅 command 啦，寫啲 command 去 review 一啲 log 一啲嘅 log 嘅。係啦，咁亦都係呢個講翻一啲嘅 AI agent 嘅即係究竟 Powerful 嘅角色係點樣啦？咁咁佢其實就做一個 platform 啦，咁去做一啲嘅 AI agent 啦，咁去做一個監察嘅行為咁樣嘅。咁亦都係可以透過 CyberArk 啦，咁有時有啲嘅preface 嘅 access 啦，咁係點樣派俾啲 AI agent 啊，或者某時某刻先去 valid 咁去做翻等其實都係管理一啲員工嘅做法，咁去apply 落一啲嘅 AI agent 嗰度嘅。係啦，咁另一個維度咧就係講一個 Zscaler 啦，咁佢點樣去做一個把關啦，喺呢啲嘅inbound或者 outbound 嘅一啲 malicious 嘅 traffic 係點樣去做一個審視。係啦，咁亦都係現行呢個 Zero Trust 嘅一啲嘅策略啦，咁亦都係喺我相信係喺未來都未有一個嘅變動喺呢個護城河嗰度嚇。係啦，咁亦都係講一個 CrowdStrike 啦，咁呢啲好 endpoint 嘅 EDR 啦，咁就咁佢本身係亦都係做咗好多年嘅防毒同埋一啲嘅 endpoint protection 一啲 behavior analysis 啦，咁其實就即係呢啲係一啲嘅好傳統嘅企業或者係一啲新興嘅企業，咁佢本身係點樣去 protect 到呢啲嘅 resources data 嘅 DLP 咁都係全靠呢啲嘅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啦，去做一啲 review 啦，咁其實都唔能夠係好輕易咁俾 AI 取代嘅。嗱，咁呢啲就留翻一啲嘅估值或者係一啲嘅smart money 嘅佈局，咁呢啲就即係你可以我睇其他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當然都會整一集嘅，但係就唔係喺呢啲咁嘅基本面嗰度去着手嘅。係啦，咁最後啦，咁其實即係10年又誇張咁，但係foresee到其實嚟緊都係一啲係無論係上卡啦，因為都以前嘅上卡啦，而家係做一啲嘅 AI adoption 啦，就無論係譬如係恒生啦，都請一個 head of adoption AI adoption 啦，咁去普及化呢啲嘅數碼員工啦，咁去做翻個企業嘅轉型咁樣嘅。咁呢度咧就等我係啦，又係嗰句啦。咁本身咧就呢個係一個嘅即係有notebook LM 嘅輔助之下嘅 PowerPoint 啦，或者係一啲嘅影片嘅。咁如果係之後你對一啲將出嚟嘅資訊冇興趣，可以喺呢度停啦，或者可以聽埋俾面聽埋落去嘅。AI 跟网络安全这两个东西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有点复杂，甚至是有点矛盾。AI 到底会是网络安全这个行业的终结者呢，
还是说它会是史上最大的一个催化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价值好几千亿美金的大问题。就在今年2月底，你想想看，就只是一个关于 AI 的公告哦，竟然让整个网络安全产业在一天之内，就这么一天，市值就蒸发了超过150亿美金呢！哇，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 AI 消息会让市场吓成这样？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状况。好，事情是从2月20号开始的。那天呢，有一家叫 Anthropic 的 AI 公司发表了一个新工具，叫做 Cloud Code Security。结果你猜怎么着？消息一出来，市场马上就炸锅了。你看，网络安全的大厂 CrowdStrike 股价当天就直接掉了快8%。然后啊，这还没完哦，这恐慌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了23号，卖压更重了，CrowdStrike 又跌了快10%。然后你看 Palo Alto Networks 还有 Zscaler 也都是跟着重挫。好，要搞懂市场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我们得先来看看大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其实啊，投资人的逻辑说穿了还蛮直接的。这个让大家吓破胆的工具 Cloud Code Security，它到底厉害在哪？它不只是能帮你扫描程式码而已哦。你想想，它能把整个程式码库都看一遍，找出哪里有安全漏洞，甚至它还会直接告诉你，这段程式码你应该这样改，直接给你修补的建议。这真的是很强大。那这问题就来了嘛？你想，如果 AI 自己就能抓虫，自己还能修好，那整个网络安全产业是不是就没戏唱了？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就是当时所有投资人心里最大的那个问号。不过啊，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们得先真正了解一下网络安全这个东西，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就只是一道墙而已，它更像是一座盖得非常复杂、层层防御的城堡。对，就像这句话说的，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网络安全不是一道墙，而是一座拥有多层防御的城堡。AI 工具攻破的仅仅是最外围的护城河而已，你懂那个意思吗？它只是突破了第一关。好，我们就来看看这座城堡里面到底有哪5道防线。OK，第一层叫做静态扫描，很白话，就是在城市码跑起来之前先检查一下。这一层坦白说，确实是 AI 可以直接挑战的，风险很高。再来第二层动态测试，这个 AI 现在还没办法，不过可能1、2年后，也难说。但是你看哦，从第三层开始就不一样了。第三层的端点防护就是保护你每一台电脑伺服器。第4层的零信任架构，一直到第5层，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叫做 AI 安全。这几层核心防线都需要跟公司的系统做非常深的整合，这不是 AI 说取代就能取代的。特别是第5层，你想想，我们要开始保护 AI 本身了，这根本就是 AI 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大市场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了。AI 与其说它是个威胁，我倒觉得它更像是帮网络安全这个行业装上了一个超级涡轮引擎。为什么？因为它制造出来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旧问题还要多太多了。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市场一开始的恐惧是，完了 AI 要来取代我们了，这些公司都要关门了。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 AI 反而变成一个催化剂，它让攻击的范围变得更大，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威胁，反而让大家对安全的需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对，这句话说的真的太贴切了。AI 生成的城市码根本就是一座漏洞工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AI 反而是顺风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哦，我们有数据可以看。你看，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就发现，
开发者用了 AI 帮忙写程式，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反而更不安全。然后 Veracode 的研究也说，程式码里面有45%都藏着很严重的安全漏洞。更夸张的是，云端安全联盟他们的研究数字是这个比例可能高达62%。你看看，这不是很讽刺吗？那除了产生一堆有漏洞的程式码之外，AI 还带来了很多以前根本没想过的攻击方式，像是这个权威机构 OASP， 他们就整理出了大型语言模型的10大风险。举几个例子，像是提示词注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骇客可以在一个你看起来很正常的文件里面，偷偷塞一些指令去骗 AI 做坏事。还有一个叫过度代理权，就是你给 AI 的权力太大了，结果它就自己跑去做一些有破坏性的事情。更可怕的是这个数据与模型下毒，也就是直接去污染 AI 学习的资料，从根本上把它整个弄坏。好，那面对这个由 AI 所开创出来的全新战场，当然那些行业里的巨头们早就已经动起来了。他们很聪明，把这些新的威胁直接转变成巨大的商机。我们就来看看 Palo Alto Networks，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正在为整个 AI 时代打造全新的安全基础设施。他们的策略很清楚，就是两手抓。一方面要防御 AI 发动的攻击，另一方面也要保护 AI 本身，让它不要被骇客利用。你光是看他们的财报数字，就能感觉到这个趋势有多强。你看公司整体的营收年增长是15%，不错。但是专门针对 AI 这些新领域的新世代安全产品，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这个指标很重要，它代表的是订阅制的收入。你猜成长多少？是33%，整整是整体成长的2倍多。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引擎在哪里了。好，下一家我们来看 Zscaler， 他们的角色非常有趣。你可以把他们的零信任交换平台想象成是每一家公司的海关。什么意思？就是说公司里不管是谁，是真人还是 AI， 你送出来的任何一笔资料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海关检查，你是绕不过去的。因为有这个物理上的必要性，所以它的地位就很难被 AI 给取代。那这个海关现在到底有多忙？我跟你讲一个数字你就知道了。在过去这1年里面，流过 Zscaler 这个平台的跟 AI 有关的流量暴增了91%，哇，将近1倍耶！这个数字就非常直接的告诉我们，市场对于 AI 安全的需求根本就是爆炸性的成长。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网络安全的未来，它其实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是人跟人之间的攻防战了，它会变成一场 AI 跟 AI 之间的军备竞赛。没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典范转移。新的战场上，不再是人类防守员去对抗人类骇客，而是防御型的 AI 去对抗工具型的 AI。就连 CrowdStrike 的执行长 George Kurtz， 也就是一开始股价大跌的那家公司，他也看得很清楚。他说 AI 代理是以超人的速度和存取权限在运作，这就需要更强化的安全框架。你想想，面对这种速度跟规模的威胁，你靠人怎么防？唯一的办法就是用 AI 去打 AI。所以，当攻击方跟防守方双方手上都有 AI 这个强大的武器时，安全这件事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你买来安装的产品了，它会变成一个持续演进、不断对抗的平台。那么，在这场由 AI 主导的战争里，你觉得最后谁会赢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大家都要持续关注的重点了。好，去到最後啦，好俾面吓，睇到嚟呢度，呢個就係個總結啦。記住投資有風險需要問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啦。我下一集再見啦，好，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